HSK 标准教程4上。第2课：真正的朋友。课文4。每个人都需要朋友，朋友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。离开朋友，我们的生活一定会非常无聊。那么，怎样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呢？当然，要有好脾气。一个脾气不好的人，虽然不一定让人讨厌，但是却很难跟人交朋友。因为没有人会喜欢跟一个总是容易生气的人在一起。我们还要经常跟周围的人交流，交流能让人们互相了解。如果有共同的兴趣、爱好或者习惯，就更容易成为朋友了。生词：丰富、无聊、讨厌、却、周围、交流。课文5。人的一生可以什么也没有，但不能没有朋友，而且必须要有自己真正的朋友。什么是真正的朋友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有些人觉得，朋友就是能和自己一起快乐的人；有些人觉得，朋友应该像镜子，能帮自己看到缺点。而我的理解是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真正的朋友会站出来，及时给你帮助。当你无聊或者难过的时候，真正的朋友会陪在你身边，想办法让你感到幸福。生词：理解、镜子、而、当、困难、及时、陪。